護老者真實分享，謝笑容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謝笑容的護老故事，因年紀漸老，需互相照顧。轉變的關係，相處時間久了，亦了解多了。其中有互助、互愛，亦有摩擦。甜蜜的經歷，去旅行，其中最深刻的回憶是去瑞士雪山及南非的卓山遊覽。困難與克服，設計餐單時，因二人需要營養不同而感困難，需要互相遷就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子女。幫助你的人說感謝或祝福，多謝他們的付出與善心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多點愛心、關顧及體貼。護老者角色教曉我有愛心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。